来看美国的肯塔基州，伫今年3月份有发生一件使人看到真恐怖的交通意外。这是一架拖车为着要闪这下过双黄线驶对向的车，全赶紧转弯侧弯冲去桥边，尾也吊伫半空中。26岁半年的车驾驶哈马斯在迪路易斯维尔克拉克纪念大桥顶端，一台对向车向冲出双黄线，哈马斯赶紧转弯冲去桥边，弄出护栏。车头挂在半空中，塔马斯最后成功救起来，不过已经惊破胆。消防员用1点钟，亲像蜘蛛人向下卡掉，为车窗将塔马斯抱出来。登去的车头离水面差不多30公尺，相同台湾建筑技术轨迹，自体7-8层楼啊悬。行车记录器录的这规个过程已经送到法院。肇事驾驶33岁不兰汉15出庭，面临4项指控，其中1项是吊销驾照的无照驾驶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